40歲前一定要學識呢啲社會潛規則，可以少行10年冤枉路。第一，社交嘅本質就係價值交換，唔好再浪費時間喺啲冇用嘅酒局同埋吹水嗰度。冇實力嘅人物一文不值，你可以俾到幾多價值人哋，就決定你可以用到幾多資源。與其搏命咁討好其他人，不如靜落心提升自己。等你有料，人物自然會埋身。第二，要學識靜雞雞咁揾錢，千祈唔好同人哋晒底。一件事未做成之前，半句都唔好講；做成之後，都唔好周圍認叻。人性就係咁啊，憎你有，笑你冇，嫌你窮又驚你富。你嘅底牌、存款、死穴，就算最好嘅朋友都唔好晒出嚟。學識閉嘴，比你學識吹水更加有用。第三，20到40歲搏命揾錢先係唯一嘅正經事。唔好信啲咩錢唔重要呢啲廢話，錢先至係成年人最大嘅底氣。呢20年係你身體最好、試錯成本最低、最捱得嘅黃金時間。唔好喺啲應該搏嘅年紀選擇咗 hea。存款夠，你先有資格選擇唔妥協，先有能力保護到自己同屋企人。第四，唔好諗住教人哋做人，只需要學識篩選就得啦。成年人嘅三觀早就定咗格。唔好諗住去改變任何人，因為你永遠都叫唔成一個扮瞓嘅人。嗰啲會消耗你嘅關係，趁早斷咗佢。三觀唔夾嘅人，早啲分手。無論係拍拖、識朋友、揾拍檔，都要揀同頻嘅人。唔好浪費時間去改變一個唔同路嘅人。第五，你嘅善良一定要帶啲鋒芒，識得拒絕先係必修課。冇底線咁樣遷就人、討好人係換唔到尊重，只會令人哋覺得你好恰。該拒絕就果斷拒絕，該反面就及時反面，人哋先會尊重你嘅界限。唔關你事嘅少理，人哋嘅選擇少勸，令你唔舒服嘅請求直接推咗佢。你嘅時間同精力只值得放喺值得嘅人身上。第六，職場度唔好當同事係老友，亦唔好當平台係自己嘅本事。職場係講利益嘅，競爭係永遠存在。你掏心掏肺講嘅真心話，分分鐘當利益發生衝突嘅時候，變成插你一刀嘅利器。千祈唔好高估自己嘅公司嘅地位。平台俾你嘅光環唔係你嘅本事，離開平台之後，你仲有嘅能力同資源先係你嘅真正底氣。第七，睇穿唔好講穿，俾人留條後路，就係俾自己留一條後路。成年人嘅世界好多嘢，大家心照啦，冇必要句句講穿嘅。人哋講大話冇傷到你就唔好去拆穿，人哋缺點冇冒犯到你就唔好去指正。你令佢冇面，佢只會記恨你。你俾足體面佢，關鍵嘅時候佢先會幫你一把。第八，永遠唔好高估你同任何人嘅關係，降低期望先至會少啲傷害。唔好對任何人期望太高，期望越大失望越大。親朋戚友想你好，但係唔想你好過佢哋。另一半可以同你共富貴，未必可以共患難。人生講到底都係單人旅途，靠邊個都不如靠自己。自己夠強，比咩都穩陣。第九，用錢搞得掂嘅事，千祈唔好欠人哋人情。錢冇咗可以再揾，人情一旦欠咗，可能一世都還唔清。唔好成日諗住靠人情行捷徑，免費嘅嘢往往先係最貴。人情往來最緊要係有來有往，淨係識得攞，幾好嘅關係都會散。記得點讚關注哦。第十，揀啱路比努力更加重要。唔好喺錯嘅方向嗰度死捱，方向錯咗，越努力就會越被動。20幾歲唔好急住做大做強，先睇清楚你呢行有冇前景。水淺係養唔到大魚嘅，揀啱賽道比你死做10年更加有用。40歲之前一定要揾到自己可以長期深耕嘅領域，練出核心嘅本事，先至會係下半世立足嘅根本。聽得明又認同嘅朋友點個關注，我哋就係好朋友。